埔仔镇举行上架280档的王孙节，乌社王船气势十足，对王船唱出发，250人合力以陆上行走的方式顺势进来。对无人机画面来看，王船后壁也阁对着新桥砍顶头，队伍超过1000人，相当壮观。那时候听到是180年才一次，所以觉得一生可能遇不到这一次，刚好有这个机会，很殊胜的一个那个庙会啊！我觉得光是它的外观就很特别啊，因为其实每一艘王船它有各自的特色，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来看一下王船。我觉得外面的彩绘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哦，就包括为什么前面是狮子，有些前面是龙凤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不一样在哪里。庙方铁资450万打造帝王级王船，准新长29点9尺，全国罕见采用乌石为基底。船头是五角金龙，搭配着雷金砍彩画，图案是12星将、山海经神兽以及8仙的八宝。会当讲上大车、上水的、上威严的，咱地方爷赞！甲一般的王船节无同，8档王孙节的核心是大天顺手。这摆路程大约17公里，经过台南市中心上热闹的中西区和北区，信众沿路驶向岸，以求合天平安。本来是民生海报道。